辮子姑娘，紅磡夜未眠第一章，夜班列車。深夜的紅磡站月台上只剩下零星幾個乘客，昏黃的燈光灑在鐵軌上，映出斑駁的影子。林曉峰站在月台邊緣，低頭看了看手錶，11:45，最後一班列車即將進站。他是這裏的夜班保安，負責巡視車站的安全。紅磡站歷史悠久，傳聞也特別多。同事們常說深夜的車站總有些不乾淨的東西，但林曉峰從不信這些。他是個務實的人，只相信眼前看到的東西。然而今晚似乎有些不同，列車緩緩進站，刺耳的車聲劃破寂靜。林曉峰抬頭，忽然注意到月台盡頭站住一個女子，她穿住一件舊式的旗袍，背對住她長長的辮子垂到腰間，她的身影在燈光下顯得格外單薄，一陣風就能吹散。小姐，列車要開了，請盡快上車。林曉峰走上前提醒道，女子沒有回應，依舊靜靜地站住。林曉峰皺了皺眉，正想再開口，忽然一陣冷風襲來，他下意識地閉上了眼睛。等他再睜開眼時，女子已經不見了。奇怪人呢？他四處張望，卻只看到空蕩蕩的月台。列車門緩緩關閉，發出啵啵的提示音。林曉峰搖了搖頭，心想可能是自己太累了，出現了幻覺。他轉身走向值班室，卻總覺得背後有一雙眼睛在盯住他。第二章，古老的傳說。第二天，林曉峰在休息室裏聽到同事們聊起了辮子姑娘的傳說。聽說幾十年前，有個從內地來的姑娘在火車進站時跳車死了。從那以後，車站就經常有人看到她的鬼魂。老陳一邊喝茶，一邊神秘兮兮地說道：是啊，聽說她留住一條長辮子，穿住旗袍，總是在月台上徘徊。另一個同事附和道。林曉峰心裏一緊，想起了昨晚看到的那個女子，他忍不住問道：你們真的相信這些？老陳笑了笑，年輕人有些事情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紅磡站建了這麼多年，誰知道地下埋了多少故事？林曉峰沒有再說話，但心裏卻隱隱有些不安。第三章，詭異的夢境。那天晚上，林曉峰做了一個奇怪的夢，他夢見自己站在月台上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只有遠處有一盞昏黃的燈。燈光下，那個穿住旗袍的女子緩緩轉過身來，露出一張蒼白的臉，她的眼睛空洞無神，嘴角卻掛住一絲詭異的微笑。幫我！他的聲音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，帶住一種說不出的淒涼。林曉峰猛地驚醒，發現自己渾身冷汗。他看了看時間，凌晨3點，窗外車站的燈光依舊亮住，但空氣中似乎彌漫住一種說不出的壓抑感。第四章，真相的碎片。接下來的幾天，林曉峰開始有意無意地調查辮子姑娘的傳說。他翻閱了車站的舊檔案，發現幾十年前確實發生過一起跳車事故，死者是一名年輕的女子，名叫李秀蘭，從內地來香港投靠親戚，卻在火車進站時意外身亡。檔案裏還提到李秀蘭死前曾留下一封未寄出的信，信中提到了她的未婚夫，據說兩人原本約定在香港見面，但他卻再也沒有機會見到她。林曉峰心裏一動，似乎明白了什麼，他決定繼續追查下去，找到李秀蘭的未婚夫，或許能解開這個謎團。第五章，深夜的相遇。又是一個深夜，林曉峰在月台上巡視，忽然他再次看到了那個穿住旗袍的女子，這一次她沒有消失，而是緩緩轉過身來，直視住他。你需要我幫忙嗎？林曉峰鼓起勇氣問道。女子點了點頭，眼中閃過一絲悲傷。她抬起手指向車站的舊鐘樓，隨後身影漸漸消散在空氣中。林曉峰深吸一口氣，決定前往鐘樓一探究竟。第一集完。